港道教聯合會乙巳年慶祝太上道祖千秋寶誕朝賀祝誕上表儀式開始。大眾齊集，主禮者恭請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葉永成主席就位。恭請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賴志雄副主席就位。恭請理事維天大理事就位。執事者各司其事，全體虔誠肅立，手抱太極，擊鼓鳴金。全體虔誠肅立，手抱太極。無虛讚，爆頂啊！尚未見，人還趕帶去本性那年翻晒成日中山妖。
命禮隨方節教力協導人，為王者師弟者師，王者師假名亦號立天之道，地之道，人之道，隱性顯佛，眾千萬億之官軍，包辦億眾之奮氣，化行領古最道德範5,000年，主掌陰陽命雷霆，用959教舉大願大聖大慈。